喂，Joe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你同老闆意見唔同嘅時候，你會點做？梗係據理力爭啦，用道理說服佢咯。錯。第9條法則話俾我哋知，用行動取勝，永遠唔好爭論。你同人拗，就算你贏咗，其實你都係輸。點解？如果我真係啱，點解唔可以講出嚟？因為人嘅自尊心唔會俾你贏。當你用道理打低一個人，佢唔會心服口服，佢只會更加討厭你。即係，就算我贏咗場辯論，我都輸咗段關係。正確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認知失調。當一個人嘅信念被打擊，佢嘅反應唔係改變，而係更加堅持自己啱。咁我應該點做？明明見到人哋做錯，我都唔出聲。唔係唔出聲，而係用行動嚟示範。與其話俾人聽點做，不如自己做一次俾佢睇。有冇例子？愛迪生當年好多人質疑直流電唔可行，愛迪生冇同佢哋拗，佢直接起咗一座發電站，亮咗成條街。由嗰一刻開始，冇人再質疑。即係話行動係最有說服力嘅語言。冇錯，喺職場入面，最叻嘅人唔係講得最多嗰個，而係做出成績俾人睇嗰個。我明啦，與其同老闆爭論我嘅方案好，不如直接做出結果，等數據講嘢。又講翻三國，司馬懿被諸葛亮送女人衫侮辱，佢嘅手下全部火滾，想出兵打翻轉。但司馬懿冇屈喎，佢忍住。對，佢知道爭論冇用，行動先至有用。佢靜靜雞等到諸葛亮積勞成疾過身，司馬懿最後贏咗成個天下。所以司馬懿嘅策略就係唔同你拗，我直接用結果證明一切。相反，你見嗰啲成日喺網上同人罵戰嘅人，贏咗又點？贏咗一堆 like， 但係輸咗時間，輸咗心情，輸咗形象。網上罵戰真係最冇謂嘅事，你永遠改變唔到一個唔願改變嘅人。好，等我哋總結第9條法則：用行動取勝，唔好爭論。道理講1000次，不如做一次俾人睇。下次當你想同人拗嘅時候，停一停，諗下我可唔可以用行動代替說話？記住，真正嘅強者唔需要證明自己啱，佢哋只需要做出結果，等事實代佢哋講嘢。多謝大家收看到尾，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10條法則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。